我哋再將金句再讀多一次。因為凡被神嘅靈引導的，都是神的兒子。你們所受的不是奴僕嘅心，仍舊害怕；所受的乃是兒子的心。因此，我們叫阿爸父，聖靈與我們的心，同證我們是神的兒女。好，多謝晒。咁咧一陣間咧，嗱呢個大合唱係完咗啦，嗬，咁咧佢哋咧跟住咧仲有。